Hello， 大家好，我係浩年。今集同大家講講葡國駐澳門及香港總領事官邸，前身係風景酒店，位於西望洋山上嘅高可寧新市街。不過官邸所在嘅大樓喺1870年建成嘅時候，係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第一任會長李美雕嘅家族所居。雖然大樓喺1890年被駕駛來往港澳客輪嘅船長克拉克收購，並且改名做好景酒店 Hotel Boa Vista， 俾搭船嘅旅客入住。但因為克拉克之後繼續做船長，成日唔喺澳門，所以李美雕家族嘅成員並未搬走嘅，而係繼續住喺度，協助管理呢間只得20間客房嘅酒店。後嚟由於經營不順，呢棟建築喺1901年開始曾經用作療養院、政府中學、酒店、英國民政軍校學員宿舍、上海蒲橋難民收容所、太平洋戰爭難民營、戰後英軍療養所及復康中心等等。期間喺1936年改名做風景酒店 Hotel Bella Vista， 直到1948年再用作酒店用途，亦都曾經係影視作品取景嘅地方。最後一次係喺1989年播出嘅迷你電視劇《80後環遊世界》，由後嚟飾演占士邦嘅演員 Pierce Brosnan 主演。大樓作為政府中學嘅時候，曾經喺度任教嘅包括有街道命名嘅貝山爺同文帝寺，又稱老尼士主教嘅高日室，同埋捐贈別墅俾仁慈堂嘅李愛禮等等。著名學生就有曾經擔任澳門紅十字會主席同埋澳門立法會副主席嘅左次志，同埋有中學命名嘅高美士等等。大樓作為酒店嘅時候，曾經下榻嘅名人包括葡國前總統 Mario Soares、葡國前總理施華高、前港督威廉羅便臣、彭定康同埋法國前總統希拉克。1989年，酒店被葡治政府收購，並且喺90年4月起翻新，費用由政府同怡東酒店集團共同支付。92年9月翻新之後嘅風景酒店由文華東方酒店集團管理，酒店外牆由淺綠色轉為黃色，內部保留咗原有嘅風格，並且從25間套房縮減到8間，各有唔同魅力，分別以澳門唔同嘅名勝景點嚟命名。家私同掛件係由葡國運嚟，仲有一間可以容納60人嘅葡式餐廳。我哋而家睇到嘅碎石路就係喺翻新嘅時候鋪砌嘅。99年3月29號，澳門政權移交前唔夠9個月，酒店結業。依家係葡國駐澳門及香港總領事官邸。葡國領事官邸眺望南華湖，作為酒店嘅時候，喺南華湖未建成同埋皇朝區未填海嘅年代，有唔少遊客正就因為佢能夠飽覽嘅南環海景慕名而嚟。能夠飽覽美景嘅酒店係每趟旅行當中嘅大賣點，而我亦都有同各位一齊去葡國飽覽美景嘅機會啦。講緊嘅係我同自訂旅遊網站 Tour Hero 合作，籌備一個9月去葡國嘅旅行團。最大嘅賣點係所有訂好嘅景點都同澳門有關，例如里斯本嘅澳門科學文化中心博物館，以及亞馬拉總督銅像。當然有自由時間遊覽里斯本市區，尤其是古城區 Alfama 同埋貝倫區 Belém。除咗里斯本之外，仲有另外2個城鎮都喺行程當中，係車程唔遠嘅白刀人同埋 Mafra。呢趟旅程嘅費用包括所有訂好嘅景點門票、車飛、早餐，仲要全程住同一間酒店。同我合作嘅 Tour Hero 公司仲有安排歡迎晚餐同告別晚餐，依家已經可以報名㗎喇，6個人成團，最多10個人。報名連結喺影片介紹欄嘅最下面，係英文網站嚟嘅。唔想錯過呢個極為稀有嘅葡國澳門景點嘅旅程，就報名從速啦。